再来看这代替高雄火车头的客运甲公车转运站的这个商业空间，对今年10月开始呢，连2届招标拢无人来，代替判断有可能就是这客运的载客量减少，地区厂商呢是无爱来投标，所以会调整条件，按算明年正月时阵要搁招商。 国道客运宽宽驶对路边停，准备接旅客上车。高雄火车头头前两边的建国路一直是火车客运搬车的重要站点。过了10年来，民众拢是伫路边的站牌，也是点头的顶下卡单车。不过建国路人车多，过路安全爱真细致。市区客运这边环境嘛无好，家久拢聚集伫遮，民众拢盼望会当紧刷入去新的转运站，安全搁里边。以前我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有这个问题。什么款的问题？ 你要过大马路啊，你要过大马路啊，你总是会堵到车。类似那种共购的感觉，不用出了车站这样绕上来，又要去那边，又要去那边。然后如果能够给它砍掰在一起，是最好的。 高雄火车头每天的载客量平均测有3万人次，这阵火车头两边的客运转运站工程也进入最后收尾阶段。代替也对10月起连续公开招商2届，不过拢无人来投，最后拢流标。代替表示，可能是因为客运的载客量大减，影响到进驻的意愿。有客运业者就表示，转运站的设计规划拢是10年前做的，早就已经无符合这阵的需求。国道可以已经萎缩，只剩下2个业者，但是它实际上留了22个月牌。 然后在市区客运那边，现在已经有7家业者，还有很多的路线，那边只有6个月牌。民众盼望会当亲像台北安尼规划做一搭，方便安全搁里边。业者的态度也真明确，设施的部分一定要改变，因才有偏头。对此，代替用文字回应，会继续整合大家意见来调整招标的条件。按算明年的1月的第3届公开招标。记者郭家祖、顾兆勇、高雄场报道。